海默绘人间万象，身带劲潮，有我，有你，有他。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赏古今名段，品戏韵万千。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 ，CCTV 中式购物独家经营 CTV 11频道全部广告时段，品牌传播迅速覆盖全国。广告代理电话：010-5980-1188。昨日，洋参来到中国，今日把它传遍中国。今日洋参，今日在手中，万事好成功。名家名角汇聚一堂。CCTV 戏曲频道携手知名企业，给全国人民拜大年。拉大戏，做大戏，姥姥门前唱大戏。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，我轻轻地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我挥一挥衣袖。
1931年11月19日中午12时30分，济南号邮政班机在山东党家庄上空触山爆炸，一代诗人徐志摩不幸罹难，时年36岁。子墨，我不该伤你子啊！子墨，我不该要你来。子墨，你从去没有穿上我纪念奉旨的长衫。他走了，好家万岁所听，与好家很远很远。红
没有明月，没有星星，黑夜的海上寻找光明，海鸥在浪尖穿行，看东方晨星隐隐。
不见阴白月上，关谁生烦恼多？夫妻毕竟是同林鸟，是否陪侬情无当？我特地叫他做了件新上衫，穿了西装，我要让件旧装。公公说我做得对。夫君啊，言必千里一归家。李小姐，薪水到了，你的英文真棒。唉，流光匆匆，一转眼你来英国100年多了吧？是啊，我跟着父亲和梁启超先生从中国来这里寻找光明。我从美国来，投奔英国这一家罗素，因为他是光明的使者。罗素他充满我的勇气、敏感和智慧。是啊，他写的往日月之路像黑夜的星辰，我的心为之跳荡。许君，你说的太好了。慧英，我们真是知音啊！你看的是什么书？对是的，建筑与艺术，一座建筑就是一首诗。你喜欢什么书？白论诗情。白论。白论，哪里就会卷起爱情的风暴？4月几日岁晴。
你知道吗？我喜欢你。自从见到你，我好像一瞬间找到了灵魂的伴侣。不，我不能破坏你们的家庭。我和与你只包办婚姻，我要和他离婚。离婚？对，离婚。康河的撒娇可以作证，康家的星星也可以作证。我要十个与你一起向封建决别公开发表离婚通告，还我们一个死约。回应，你要等我回应，一定要等我。好菜不，我不饿。啊，这件长衫你还没有穿过呢。等一下，有你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我也有话要对你说。那，你先说。这些信写起来的英文字，看都看不懂，差不多。天天有啊，是林徽小姐我家来过，你见过的。哦，原来是她，难怪你会着迷。穿了西装，不要忘记旧装。来，这件长衫是工地叫我做的，试试看，好不好生？怎么啦？不开心啦？坦率讲，跟你结婚以来，我没有一天真正开心过。你呢？你开心吗？开心。是真话？真话？不开心又能怎么样？家鸡在鸡，家狗在狗，烦恼的日子当不一天少一天。
们不能这样下去。夫妻是灵魂之伴侣，我们要有自己的生活。自己的生活，出家送夫，我哪里想有自己的生活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恨不得在你面前消失，可是我做不到呀。玉妮，真对不起。其实我的感受和你一样啊。我知道你喜欢他。是的，我喜欢。早有思想准备了。我是个有度量的女人，你既然喜欢，可以拿去。你是什么？世间大无人间啊，谁没有三妻四妾？夫为妻纲，我答应你，拿她为妾。不，那妻是对女性人格的侮辱，我不同意。那你要这样？离婚？离婚？什么叫离婚？妻子婚呀，与夫妻必为本于。什么意思？你要休妻？不，休妻是男权霸道，离婚是双方自愿，也是与上外自由。不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我娘家也是名门望上，是你们徐家花轿上门请我来的。我们俩是明媒正娶的结发夫妻，这个结已经生生世世就在一起了呀。哎呀，有你。曾经我有咱家四下门里，你为我相夫教子，心怀关节。为婚姻你年少出呀，为家中义务青春温馨，曾记得那天奉命把婚期，你心呀深中带来气，可怜你话未出口生嫌疑，可知我心事去上金龙宴。父爱的婚姻能是天，你我一同守金边。有年呀，总不能困守牢笼多朝夕，更不能愁得零星放上面。既然给我们带来痛苦，只要解开，一定能解开。家中的孩儿，我
茫茫路难眠。何人望素眉鬓生把婚结，新婚未曾难成情，婚儿总盼天作暖，才知晓日日愁云有家心。有你我愁，啥女子不气在，又想争气就是力，又怎看心中传唱千自古女子送命绝。许君，我已经回国了。我父亲安排了我的婚姻，我的丈夫就是梁启超先生的公子梁思成。梁思成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不知道夫是在哪个方向吹。
晨起你与过翠，你是在梦中，我的不记你的悲好梦的风竟把人心映翠，凝空在梦中，甜蜜是梦中的余味，梦中余味。凄凉的风在我心底吹，以为在梦中安躺是梦里的光辉，我的悲哀你的无奈，我的无奈你的心碎，好一声作风，一声醉，问与同，心已碎。一了康家爱的文悲，一了回忆情的残不从晨光中来，我在夜幕下归，心愿何此花落心裁，此去何归？长夜苦海，沉默是今夜。
不来了。徐志摩啊，许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在布达听过许先生的演讲。哦，你就是不平名曰陆小吗？许先生，哎呀呀呀，这星游俱乐部花没了你的胆情。老小姐，你的这话真令人钦佩。既努力，小姐烦恼间。我的事，这烦恼间是谁家扭得水晶儿难信，忠孝节义维系着5000年，丝缕不绝，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。许先生，你总然冲破5000年礼教的保护手，现迎在炸开了无情的黑夜。谢谢你都懂了我的事。才在令人窒息的黑夜，你的死是黑夜的象征，我的空气，我的生命，真令人感动啊！罗小姐，你先生叫王根，每个西边就要被你视为优秀的男子。王根，他远在哈尔滨做他的警察厅长，他是我公馆的果子，我是他手上的花饼。手上的画饼。王厅长到！人给你杀死。报告，找遍府里，夫人不在。哦，电话问过了夫老太太，还有徐志摩公子的拨打，送不同时光50支2期钞夫的都没有。听说夫人与徐志摩说些什么？没风度是。要不我再去北平警察厅问问，那里可全是你的帮。万一不你那么是。长官公务劳累，凌晨有人海边起飞，休息一会，我再去找找看。没事情啦。10点半，百位生存方将军是部委军部为你。傍晚飞上海，晚上去南京联军司令部。是。明天为哈尔滨了解再有一种案子。好，大雨天
还要费夏威夷。美国西点军要一位劳动员有呀。哪位啊？艾森豪威尔。艾森豪威尔。走吧。是。来，他必以别人寻找，暗中保护好夫人。是。立正，敬礼。我是奉命来保护夫人的。不，你在监视我，你们也在监视我。我也是人，是个活生生的人。滚！给我滚！哦，是。总算可以透口气了。哎呀，在步兵的西山太美了。我是一朵雪花，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。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，飞扬，飞扬，飞扬。你看，我有我的方向。雪花的快乐。哎呀，许先生，这么早就到了，我正在念你的诗。这西山真好，飞雪、红叶，一片宁静。先生，在上学？不，在这。你看到什么？我在黑夜的海上看到了明亮的火光。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。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。许先生，小麦，妈妈，你怎么也？你关得好紧啊！爸母，王根兄，许先生，许先生才不大，为人师表，真不上口道，他是教风须马。
名花与子太子堂，我与他伉俪情深谁不晓？神仙家里别牙在，送别神别是恩师两情长。爱相瞒，不惜从今旁。爱相瞒，情与民从不相将。爱相瞒，宁愿身家千军藏。爱相瞒，我怎伤他一毫毛？才知听，我为生死不离你的人生而天难长。你爱不离开我海上，问亲问真爱究竟程度上？你前程看作他山重，我是你家常花瓶笼中娘。多少年人我不等土长啸，手听欢唱人语腔。黄金千两与后用，一份暖意难觅到。终于把牛骑相交，名为相交神并交。我是凤鸣。哎呀，好，我不是凤鸣，我不是凤鸣，我是文章。如烟北京，用心草。为什么自上心
小妹，你口不离正经，难道我王某亏待你了吗？平心而论，你就算是个花瓶，摆在我护身年就中川没长的观念上，绝不失身。王根，王根，你是军阶在军，简称夫良，但作为夫妻，我们不合适，不应付，士之精神也该了结啦。你要这样，小鸡玩闹间。小鸡撒个家，小妹意思要和我离婚。离婚？小妹，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疯了！这么体面的家庭，离什么婚，妈妈？许先生，你不要再替小妹灌输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妈妈，小妹，回去！你这个委屈，你这个委屈！哎呀，小妹，小妹，哎呀，小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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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老是不痛啊？小妹，你要冷静，婚姻大事事关两家生育。治疗生育，你还有什么？王根，我们好爱好散，互相解脱了吧。不做夫妻也好，做朋友。王根，小妹话已说尽，实在苦苦相逼，我只有三命一条。王根无上不知，花前月下，四句传情啊！可你知道吗？他今世都生不与之，成王败寇，连累死之。王某思虑不平，怎能不以前人为从啊？我很欣赏你的勇敢。来，哟，说你一问，离婚2年，从此以后，老小妹一切言行与本村没长无关。我做一顿，向后转，好步走，一二一。哎呀，姑爷，姑爷，夫人，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爱已跟着我走，人情间，让我们不交心不悔。
为真爱，为自由，为真爱，为自时候不早了，梁启超先生怎么还不来呀？许先生，许先生，有他夫人徐先生，他们来啦！许先生，有他夫人徐先生，他们来啦！大夫，祝你们！大夫，真不女啊！子木，走你们，走你们！谢谢。子木，走你们！谢谢你，走你们！谢谢你。子木，我今天凌晨3点就起来了。你率真小麦用过，我这就想要接头。假使我今天马上要死，临死前只想做一片伟大的事实，颂扬着哟黑夜中护放的光亮。太好了，刘先生、张先生，谢谢你们。怎么，梁启超先生怎么还不来？怎么了？家父不答应我和小麦成婚，除非梁启超先生亲自出面指婚，否则就要断绝父子关系。子木，梁公再器重你，他是长道明智、反封建的前辈，一定未来。我看过一定，同学们看到报纸上许先生结婚的消息，都不管的，完事。不来就不来，子木，我们请大夫指婚，婚礼照办。对，大夫，你就帮帮忙吧，帮忙吧。不，这不妥，不妥。子木，不是我不愿意，梁启超先生不到，对你们不利呀。天哪，这是一个怒掐的世界，用不得恋爱，用不得恋爱呀！梁启超先生到！来了，恩师来了！先生早已来不及，我说他已回来。梁先生，你今天亲自指婚，为父亲的交配一次旋转呐！先生们，我们开始吧。今天我为当代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和罗小曼小姐指婚，下面请新郎新娘侧席。徐志摩，你愿与和罗小曼生死不离，结为终身伴侣吗？不愿意。罗小曼，你愿与和徐志摩同甘共苦，终身相随吗？我愿意。好吧，婚姻事由，从今天起，徐志摩、罗小曼结为伉俪，同甘
来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吾设置这三请我做征婚人，我是10000个不情愿，因为我面对的是同乐，与同乐为伴，怎能在同乐成人？今天我来设句句，是好让所为人知道，这种恶劣不得其法，更不得这情后。请恩师设下去，设什么好啊？徐子木，你做衙门不成，做生你更是失败。你离婚这去，就是用情不断的名字。梁先生，你不能这样。罗小曼，我休意与你说话。王根的心还在我这里，你是个不争妇道的典兵，劝你们不要一头再抽死不无成，不要以事理作为应试准则，不要以荒唐后赢了作为人生目标，不要把圣经的婚纱当作谁谁抛弃的苦役难里。不要与他人之苦痛，以自己之快乐。常父母寒言，常朋友不耻，常所谓嘲笑，常道德流泪呀！真生两公，我恩师。你曾是乱世中华一旗子，遇多少你许情意在里，抗风见何须生于斯。无意倾城真自语，长夜难眠须心思。恩师我只在茫茫人海中，你一个灵魂之伴侣，得知我言不得，我命为此而已呀。万世皆遭牵制，何至于此？为什么要弃表苍不生门？为什么三千世却真梦事？为什么虚情假意随
你不是已经画过一幅了吗？我喜欢。对，我也喜欢，因为它是我们永久的纪念。哎，时候不早，你身体不好，早点去睡吧。我最近吃了一种药，身体好多啦。什么药？不告诉你。哎，当心！对不起，我这样东西翻得乱七八糟的。哎呀，我不在乎乱又怎么啦？随心自由，不可以。我喜欢。哎，你找什么呀？前几天就新有写的一首诗，别全部都来猜了。哪一首？他是睡着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把它藏起来了。啊，藏在哪里？藏在我心里。哎呀，你呀，是我。是睡着了，星光下，一朵斜起的白莲。我梦见你，香炉里摇起一缕碧螺烟。它失眠熟了。好了好了，快拿来，我没有写吻你。好吧，我要赶紧写吻他。拿去。现在啊，我们可是靠头高吃饭喽。我陪你写。不，你身体不好，都几点了？怎么表定了吧？你这张老爷表早该退休了，我给你买了块新表。啊，老历史，你看，哪能漂亮哇？哎呀，你这件长衫也过时了，倒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。今天我在亚非路上看到一套意大利西装，夏季摩登，可惜身边钱不够了啊！过几天去买吧。太名贵了，其实我都不需要，不用买。我喜欢，这些都是给你买的。有了陆小麦，我要秀字幕更加体面，更加光鲜，更加灿烂。可是我们的钱已经不多了，假如诱导了我们的经济来源，我有钱，哪里来的？不告诉你。你买完了？你把西山红衣买了？哎呀，小曼呀，小曼，你怎么可以买自己的娃呢？你喜欢我还可以再玩吗？小曼，
这西山红叶，可是我们永久的纪念呐。它在我心里，我还可以再画很多很多的西山红叶。子墨，你不是说我们是灵王的伴侣吗？对，我们是灵王伴侣。不过小曼啊，不管是灵魂伴侣还是生活伴侣，都必须面对现实。久了，有些外籍官不值得你爱。不，你的可贵之处就是真实。从古到今，茫茫人世，每天都在表演各种各样的虚假。我宁可要粗略的真实，也不需要完美的虚假。而你从不虚假，就凭这一点，你值得爱。子墨，先生。不好啦！害人来报，老太太过世啦！开门，快开门！子墨本上回来了。子墨，你总算过来了，快到林间祭奠。为徐少爷开门。开门慢，老小曼，不能进门。为什么？他是徐家媳妇，你们私定终身，徐家不予生辰。我们有两起草先生指婚，她是古落的女人，为玷污你母亲的灵魂。不，她是我的爱妻，见到母母名正言顺，才在那里玷污什么呀？父母生前小麦无法见上一面，今天这就在临近为他烧纸香，磕个头，就让我进去吧。哦，徐家列祖列宗，就是让你去信来。徐家我小娘子，
你母亲是被你气死的，还不快接你母亲上香，快上香！小曼，小曼，你去吧，替我在姑姑灵间烧纸香，磕个头吧。还去大门关灯。小曼在门外送你了。罗小姐，我是子母的前妻张幼仪。妈，这是老爷接你们找的新居钥匙，可以去试。哎呀，哎呀，小曼，小曼，你怎么了？小曼，小曼，哎呀，怎么又把你了？快送医院！我不去医院，我要去。鸦片，他说什么呀？啊，他好像是什么鸦片？鸦片。上海西洋。
小妹吃鸦片。你这些报纸我全买了啊！哈哈哈哈！这张报纸就怪好看，让小妹吃鸦片。你三八党，滚！滚！来上海已经5年了。不见了昔人花开曾自许，远去了文娱欢聚谈笑声。尝到了一点比萨英勇会，无奈我四出艰苦为求生，谈笑慢把尊头上并来燕子的檐下飘絮几吹门，几吹门听愁云。怎笑他无听不见自千句，心昏昏于是田铺，语文无涯挂草绳，欢声万家灯火。才笑我，才笑了小妹屋里，哎，伊他妻子我个拼头，不是老三等过哎。听讲陆小妹老早来了外交部当翻译，老有才气。现在不来三了，哪能啦？吃鸦片了。屋里有客人来，先要烧开火灶，起码要2个多钟头嘞。做啥？哎呀，这火灶哪能来塞了？叠着面孔，像棺材里扑出来的鸦片机呀！侬没要吓人哦！耶，上海滩上谁辣辣讲呀？死开！你们去听听50子刘海说他们是怎么说的。小曼是不平城里一道不可不宽的风景，是一代才女旷世强人。你们这些说不可呢，妒忌生情的阔太太，谁能给他半根好吗？谁？是我。先生回来啦。
先生，今天这么早回来啦？嗯。哦，先生，这是太太欠的账单268块，晚于这些4900不10块。这么多？我一个月工薪高费才1000多块，买些什么呀？啊，先生等等，我去通报太太。不用了。什么味道？怎么不开灯啊？是谁？小麦，你回来啦？你们自己看，这里有一封请柬。哎呀，在做什么呀？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看看这张报纸，听听外面讲些什么。我原来都不相信，想不到竟然是真的，小妹呀，小妹，这不比你可是从来也没吹过氧气啊！到了啥？嘿，小青啊，先生，那4980块钱，是不是都买大衣了？这，医生，你不要别你怎样？是真的。我不行了，你就让我走止可吧，你这是赤裸的真身。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吗？这就是我灵魂之魄力吗？徐志摩、陆小曼，花前月下。不，他不是陆小曼，你不是陆小曼，我不想看到你，你请我出去啊！出去！不要！你们出去！想离开我吗？也许多吃几天，对你我都有好处。你后悔了吧？有堕落为婆，怎能再堕落成人？两起草实的。你既然知道为什么我要与大爷作伴，为什么不定成高，为什么自暴自弃，事关堕落？小妹呀，小妹，在你身上再也找不到当年情深美丽、充满理想的了小妹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的少爷不是在流泪，是在流血。去找林徽因吧。你说些什么呀？我知道你一直没有忘记他，你从来就没有忘记他。他告上我堕落，
是人鱼，我是魔鬼，可是他不要你，你去找他，你去呀，你去呀，你去呀。
你为我定子满天，枫红泪。难为你黑人与家难归，难为你妻母万计在残黑，今陪你谁赠天心关恨关心痛你为我受苦，为我憔悴。这世上哪知地道无落叶，真人巧，灵骨三心自己开。是不是难全，生死无完美，真爱是小满，残缺也是美。我懂了，爱是宽容，不期待。我懂了，好话要用心无江南啊，莫悲伤羞流泪，你是我灵魂怀里，永不分开，我懂你爱你。无怨无悔，无怨无悔。谢谢你，子墨。这是林徽因今天寄来的请柬。子墨，11月19日，我和世人在北平要举办一个文化讲座，向国外学者介绍中国建筑艺术，邀请你参加。你去吧。不，你生气不好。你应该去。黑暗终会过去，黎明就在眼前。当晨曦天边出现，那是新的一天，新的一天。
小曼，你还在梦中，我走了。一下呀，是刚从德国进口的，放在你上头，要按时不用，多保重。等我回来。有你是你这么早？管火车去南京，明天飞北平。你还没有忘记他？一个文化匠人。这2天有大风，还是乘火车吧。不要紧，我乘的是邮政班机，不花钱的。你想不到，你也担心钱。请别些逼呀！哦，有你之后呢？你办的永章女章公司都上了报纸，还办起了银行。最近都好吗？天下岂有妖蛮之言者？唯不求妖蛮，是可领略生活之妙味。梁启超先生说的，我一直在看他的书。有你完全变了。是你拯救了我，解开了烦恼结。我要是做一个自强自立的新女性。谢谢你，子墨。哎，你的上衫领子破了，我给你订做一件吧。方便吗？你说你的长短尺寸都在我心里。哦，那好，订进哪去？说什么呀？我看公司的本钱还不都是你们徐家的？啊，对了，儿子最喜欢你的诗，有几首都会背了。真的？轻轻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。啊，以后叫他背给你听。好了，祝你一路平安，再见。再见。轻轻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轻轻的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
轻轻地我走了，子母，我在整理你的文稿，抗战到难，并且不把我送去给好多稿件弄丢了。不过稿子丢了，我仍完成，我重新整理。我来，我愿意，因为在你的诗里，我能找回一个真实的陆小妈。子母，谢谢你的爱，让我找回了自己。小曼，玉妮，是你呀！听说你的女装公司开到美国了，真的成了时江时来的新女性。子母说，人都要有自己的生活，是这句话惊醒了我，是康桥激了我心的深深。小曼，听说慧英病了，病得很重。是啊，有你小